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表示，日本、韩国两国会加强投资合作，尤其是半导体产业，而且未来嘛有可能会合作 AI 人工智能产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已经把新冠肺炎降级，美国嘛按照后日解除紧急状态。不过南韩因为2价疫苗注射率较低，预计要到7月再把新冠降做地方流行病。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商业部部长访问香港，超无伊合作。这是2018年反送中运动了后，头一个访问香港的英国部长。不过，甲伊共党的议员是批评这场访问是对中国不好。昨日是美国时报指出，以色列的国防军空袭加沙地区，至少有12个人死亡，当中有包含3个伊斯兰极境组织的指挥官，其他受难者拢是妇女甲囡仔较侪。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英国按上长程的导弹给乌克兰。这款导弹是会当射到予罗西亚控制的东部地区，搁有克里米亚半岛罗西亚总部。甲中国的关系愈来愈歹，搁有加拿大，有一个加拿大国会议员曾文浩，过去要批评中国伫咧新疆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引起中国报复。这个报复行动当中，怀疑是有一个中国的外交官钓鱼嘛牵涉在内，怀疑伊是威胁议员，搁放掉要制裁议员带伫咧中国的亲人。所以加拿大是宣布要把这个中国的外交官赶走。中国的官方嘛是随报复加拿大，把加拿大驻上海领事赶出去。而且毋但加拿大的官方甲中国的关系歹，民间嘛是咧提防中国。加拿大有不少大学是小小宣布讲，停止甲中国的电信商华为因所有的研究合作，要顾国家安全甲智慧财产权。伫加拿大出生父亲是香港人的庄文浩，是加拿大国会有史以来第2位华裔国会议员。伊除了公开批评中国伫维吾尔族地区的压迫行为，背书种族屠杀，也推动外国代理人制度立法，监控中国伫加拿大的活动，互中国看作充满敌意。庄文浩认为，这是伊伫香港亲人遭到中国监控甚至威胁的原因。We have known for years that the PRC is using its accredited diplomats here in Canada to target Canadians and their families. 外电报道指出，加拿大情报单位经过查证，确认庄文浩所讲的是事实，并且加拿大政府作出回应。那庄文浩的国会同事无分朝野党派，同齐要求行政部门按硬起来。All parliamentarians need assurance that their safety, their family's safety, and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re not threatened. 向加拿大方面指控涉及威胁庄文浩亲人的是中國駐多倫多領事館的外交人員趙馗。加拿大側備宣布將趙馗列入無受歡迎人物，依照外交慣例，就是要將人趕出境。Canada has declared the individual in question today persona non grata.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clear we will not tolerate any form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our internal affairs. 北京當局也在第一時間宣布指控，個槍聲要做出回應。加拿大個別政客和媒體炒作所謂中方威脅加議員，完全是子虛烏有的無稽之談，是出於意識形態偏見的政治鬧劇。Does China respond in a proportional way, kick out a diplomat in response and in retaliation for Canada kicking out one of their diplomats? Or does China escalate this and maybe take economic actions against Canada, some trade sanctions potentially? And if that happens, how does Canada and its allies respond to that? 來自加拿大國會壓力真大，不過行政部門有關強調，代志無遐爾單純。在外交甲經濟利益之下，自由黨政府會當硬到什麼時陣，也有待觀察。公司新聞期間真變樣。咱的外交部宣布，英國前首相 Truss 5月16到5月20要來訪問台灣，訪問5天，會見赴英的高層發表演講。Truss 是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在1990年代訪問台灣了後，讓27年，閣再有英國前首相來訪問。Truss 今日透過辦公室發聲明講，台灣是自由民主的燈塔，面對中國直直咧甲台灣燒逼，伊真期待親身訪問，甲台灣的人民徛到陣。Truss 去年4月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講當中，就講到應該要確保台灣等自由民主體系有自我防衛能力。去年6月北約峰會，伊嘛表示，甲台灣的安全有關係，唔但是甲軍事有關係，嘛甲經濟安全有牽連。
外交部是真感谢 Trust 真济介绍民主阵营挺台湾，把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区域议题提升到全世界。美国疫情紧急状态后日就结束啊！这个疫情期间实施的不收移民的法令，嘛对咧刷稿。所以即阵伫咧美国甲墨西哥边境是有真侪人伫遐等要走入美国。所以讲，德州有城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德州的州长甚至是派兵过边界，要挡非法的移民。德州甲墨西哥交界的边境城市阿尔帕索，市中心的2个收容所收容330人。4颗连长的大马路有2300个非法移民困伫路边，这只是刚违法到期前，为其他所在想要走入去美国偷渡客的一小部分。阿尔帕索市长估计，墨西哥迄边有15000个非法移民等要行过边界。加州圣地亚哥附近，川普政府时期所起的边境关墙，侧壁有将近500人伫大日头下踮伫海关甲边境保卫局排队听候登记，有人一个等就等1礼拜。这群人内底有袂少少年的，有囡仔，也有红婴仔。挖进圣地亚哥的墨西哥城市提华纳，全市的收容所差不多将近6000人，等要进入美国。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 anxiety from the migrants waiting. We have met people who'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4 nights. At night it gets very cold. In the morning it gets very cold. We have situations of moms with babies from 8 months to 7 months. We have young boys who are 10 years old, 8 years old. So there is uncertainty, there is anxiety, there is a lack of clarity. 德州共和党籍的州长艾波特侧背伫奥斯汀宣布，部署兵力驻守伫边界沿路的热点，协助拿查，也有赶走非法移民。当时国家几落千个这个偷渡的人，用马术再去全国各地，佮批评民主党拜登总统的开放边界政策，妨碍因确保边界安全的能力。Texas is doing more than any stat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defend our border. That includes deploying up to 10,000 National Guard members and 1,200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troopers. 川普政府伫2020年3月引用1944年的公卫法，也就是法典第42卷，以防疫理由赶走申请庇护移民的法令。因为公卫紧急时期的结束，也要伫10月法庭。所来拜登政府的做法是该予符合资格，而且照天数的人会当申请庇护。啊，若想要非法下过边界的人，除了会互人遣返以外，至少佫会互人禁止重新入境美国5年，佫算伫无符合申请庇护的范围内。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塞尔维亚顶礼拜连续2天发生枪杀案，造成17个人死亡，民众对政府是真不满，就街头抗议。教育部长嘛落台负责，因为塞尔维亚有真侪民众有枪，而且是违法的，所以讲当局是呼吁民众把枪交出来，就袂甲因处罚。所以讲，这个第1天就收到1500支。生气的民众话话定定，组织伫国会面前表达抗议，要求政府要重视少年帅的暴力问题。塞尔维亚首都贝尼吉勒伫5月初3发生头一件校园枪击案。第2天透早，离贝尼吉勒无到60公里的杜普纳村，佫发生枪手街头扫射，2件枪击案拢总17人死亡，包括8个小学生。Smena ministra unutrašnjih poslova Bratislava Gašića, ministra obrazovanja Branka Ružića i šefa BIA Aleksandra Vulina. Održavanje sednic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na kojoj će se razmotriti odgovornost vlade Republike Srbije kao i bezbednosna situacija u zemlji u najkraćem mogućem roku. 示威民众除了要求政府高站落台，佫点名爱几若间鼓吹暴力的报纸甲电视台关门。塞尔维亚民众有枪的比例是39%，欧洲上悬，全世界排第5，而且大多数有枪的人拢无合法的枪牌。日前，教育部长罗泽伊是头一个因为枪击案请辞的官员。Evidentan je kancerogen, poguban uticaj interneta, video igrica, takozvanih zapadnih vrednosti i svima nama je jasno da je potreban krupan preokret, pooštravanje mera, ali i sistemsko iznalaženje rešenja. Kako ova tragedija ne bi, ne daj Bože, prerasla u društveno prihvatljiv model ponašanja,
kakav je nažalost slučaj u nekim zapadnim društvima. 虽然老者已经伫吹切请示，犹原无法度民众满意。索比亚当局嘛要求民众伫1个月内，也就是当地时间6月初8进前，交出非法所有的清气称纸，政府就袂追究任何刑责。头一天收到的称纸有1500支，公司新闻省6倍编译。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顶礼拜做大水，这溪水甲土石冲入庄仔头，有2个村强迫去防灭村，目前至少已经有400多个人不幸罹难。拼死后拼命骨，就是要找一线希望。也不过讲出来，较侪拢是已经无性命的受难者。非洲中部的民主抗俄，东部南基澳省顶礼拜连续落几日暴雨，引起山洪爆发，溪水崩换，真侪民众活在伫土石内。Mwanangu ameenda we, hapa Mungu ameenda. Hapa Mungu ameenda, ameniachia watoto 5. Mimi nimelia kwanza kwa aferi ya kwangu, nimepata ajali. Nimelia kwanza ajali ya kwangu, mke wangu amepoteka, amekwenda na watoto wangu watoto 16. Mama Kandu na watoto wote wamepotea. Nimewakia mimi peke nyumbani. 南基澳省受害上严重的2个庄头，会使讲是险险灭庄。救援团队顶礼拜紧急支援，然后搜救时间愈久，家属愈绝望。初五，搜救队已经找到100多具遗体，到初八，遇难者已经超过400人，要数百人下落不明。灾区附近病院面对大量伤患，医护人员、药品、设备拢超过病院的负担。Vous constatez que certains dorment à même le sol. 联合国应急小组已经介入，呼吁国际提供医疗食物住所等援助，好好安葬往生者。南基澳省不是头一届发生严重水灾，2014年当地因为暴雨损坏700多间厝体，超过130个人失踪。民主抗俄政府宣布初8全国哀悼1天。公视新闻徐婉莹编译。今仔日是罗西亚纪念2战阵营纳粹的胜利日，伫咧红场举办阅兵典礼。而且罗西亚佮对乌克兰发动这几个月以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至少是有5个人受伤。也若是乌克兰的官方是表示，所有的无人机因拢有甲拍落来。俄罗斯伫咧5月初9庆祝胜利日的前一天，对乌克兰发动这几个月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也是俄国10天来重新发动空袭的上新行动，几乎这栋大楼被炸出一个大坑。俄罗斯出动60台伊朗制作的新风无人机，其中36台对准基辅，拢被拍落。Right now we're in apartment one of the buildings. Today was one of the massive attack to our hometown. 乌克兰讲，俄军正伫咧向乌东的巴赫姆特展开最后的推进，应该是希望伫咧胜利日进前甲遮摕来，当作总统普京伫东北攻势唯一的战利品。自战争以来，巴赫姆特的战况拢正激烈。Та перемоги над нацизмом у Другій світовій війні і переможуть рашизм. Це буде День Європи. 泽伦斯基安尼做，也显示乌克兰甲莫斯科之间的界线是愈画愈清。胜利日是为了要纪念1945年战胜纳粹德国，是俄罗斯人正重要的节日。活动拢伫咧5月初9举行，因过俄罗斯境内真侪所在，惊变做攻击目标，拢取消相关活动。Его вполне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когда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родные, близкие, для которых этот день будет и останется святым. 过去拢是前苏联的俄罗斯甲乌克兰，本来拢同款伫5月初9庆祝胜利日。俄罗斯讲，虽然泽伦斯基要甲胜利日改做5月初8，不过伊相信乌克兰的人民也是伫咧5月初9庆祝。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辑。新闻媒体上大奖普利兹摄影奖，昨伫咧美国纽约颁奖。有真侪得奖的作品，拢是甲乌克兰、罗西亚战争有关系相片。普利兹公共服务奖是由美联社摕到，美联社的记者是伫咧马里坡地区，伫咧当地甲受轰炸迄个瞬间，拢甲记录报道落来。另外，国际报道奖得奖的是《纽约时报》，因的记者伫咧布查镇深度调查报道8个月。
2022年3月初5，乌克兰急救人员甲警察，甲一位32岁受伤有身的训练人，对付俄军空袭摧毁的妇幼院内面，用大架啊撤离。美联社摄影记者伫日拢是枪支空甲战火情形下，翕到性命沦陷甲抢救的时刻。2022年3月初5，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郊区，百姓拢跪伫咧被摧毁的伊尔平桥下骹，想要过河逃离战火。2022年2月25，伫咧基辅，有一位女子索洛伊科娃徛伫咧被飞弹摧毁的公寓头前口。2022年3月10日，俄军轰炸马利坡，一栋公寓被炸毁的时阵庆祝大会，这挂相片拢得到普利兹突发新闻连续奖。Our AP journalists who were in Mariupol were really essential to the world start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human toll of this war was in its early days. They also provided a counterweight to Russian disinformation about the war, and their reporting ultimately was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open up humanitarian corridors out of Mariupol. It's just a true public service. 2023年普利兹奖吹背伫咧美国纽约公布，真侪媒体因为俄战争的题材提奖，其中纽约时报亲入当地，坚定无国危险事实的报道，其中包括对布查镇大屠杀进行8个月调查报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4、5月啊，是北欧美陆潜水季节，瑞典的电视台推出直播的节目，甲美陆潜水过程完整放送。虽然这节目的节奏好亲像的真慢，会真无聊，不过却是有真侪人咧看。专家就认为讲，应该是因为这款平静的画面有安打心情的效果。 Moose will continue to migrate north each year, giving an insight in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live on TV. 逐摆到寒冷含热天要烧完的时阵，北极区的鹿角就会伫草地开始大耍动，因穿过树林含乌，不时互咱一寡想袂到的惊喜。瑞典电视台沿路是放30台遥控摄影机，甲鹿角1天24点钟每一个行动，完全拢无剪过，互大家看。结果大家是有够爱看，去年就已经看1200万点钟，今年已经是第5年。Sometimes we get very excited when you see 1 or 2 moose, like, oh yeah, moose! Have you seen it? Do you remember? You called me. You're like, oh, yeah, we watched it. It feels so exciting. I don't know why. Yeah. It feels like, because it's not directed, it feels like more real. 制作单位是发现讲，这个大自然的线顶放送的节目，甲网络和社群媒体合起来，已经变作一种次文化。去留言讨论的人嘛足侪。Here we see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m not swimming. So here, last in the bath is a coward. Now it's just jumping in the water. Oh, they're beautiful. 专家讲，这种红叫做是慢电视的节目，看起来无聊，但拄好是真侪紧张刺激的节目的颠倒变，有另外一种趣味。And I think that it's not only the moose, which is a fascinating animal, but it's the whole concept of sitting, watching, nothing happens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I think that could be quite healthy for more people than us. 专家认为讲，慢电视是拄好甲现代人欠的迄种慢慢生活的感觉补起来，可能就是伊受欢迎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美国连续剧《艾米丽伫巴黎》是伫咧巴黎第5区的吊兴广场一个无啥人知的社区拍的。自从这出戏穿起来了后，就有真侪人专工去找剧场的场景，咱做伙来看。 美国的电视剧《艾米丽伫巴黎》也无伫咧 Netflix 上架进前，巴黎第5区的吊兴广场是一个正普通的小型社区。来自附近万圣殿的观光客，未啥会挖入去这个三角形广场。不过，伫咧莉莉·柯林斯所演的美国查某囡仔艾米丽，走从巴黎时尚圈、五花杂色、浪漫国心碎剧情的发展，吊兴广场所变作时中的艾米丽剧迷一定要来的所在。 Yes, my first stop. Why? Because I love Emily in Paris, and Emily in Paris is so my big fan, and that's why I come to Paris. 剧迷也会专工去艾米丽正爱早餐店，食拍拍脆脆、牛奶味正重的巧克力可颂，让这间店生意变袂歹。Ce sont pas des gens qui vont déranger dans le quotidien. C'est juste la masse de gens qui, à un moment, effectivement, juste devient impressionnante. Et au niveau des nuisances, il n'y en a pas véritablement, si ce n'est qu'effectivement, on est devenu un quartier ultra touristique alors que c'était
une petite place encore un peu préservée par le tourisme. 艾米丽伫巴黎第3季，伫咧去年年底已经结束，第4季正伫咧翕，当时的上架也唔知。来自克罗埃西亚，伫贝雷摩啊，挂乌林目镜，穿蓝白条纹衫、牛仔裤，经典巴黎风格女戏迷，就正期待新剧情。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for new season because then I will look at it differently because I was here and on the same spots where she's filming tha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